今個月嘅16號，即係嚟緊嘅星期日，就係一年一度嘅長者日。往年嘅長者日都有唔同嘅交通優惠同埋消費嘅優惠，而今年嘅長者日當然唔例外啦。喺我介紹今年長者日優惠之前，就簡單講下長者日嘅一啲歷史啦。長者日呢，原來喺1979年已經開始噶啦，係為咗推動敬老愛老嘅精神，同埋促進社會人士關懷長者嘅需要。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同埋各大安老服務機構喺每年嘅11月第3個星期日舉辦老人節，並且會按照每年嘅主題籌辦多項嘅慶祝活動。去到1993年政府已經確定老人節嘅重要性，並且將老人節重新改名成為今日我哋叫嘅長者日，藉此可以宣揚長者對社會嘅貢獻，並且提倡積極晚年、老年所為嘅信息，以洗脫長者嘅負面形象。咁我入翻正題，講下今年長者日有啲乜嘢優惠啦。首先就係免費嘅交通優惠，就有以下呢11樣公共交通嘅優惠，包括有港鐵、輕鐵同埋港鐵嘅巴士、九巴、龍運巴士同埋城巴，仲有新大嶼山巴士、山頂纜車、香港電車都有嘅。最後渡海小輪方面都有嘅，包括有新渡輪、富裕小輪、港九小輪、珀麗灣客運渡輪嘅服務，仲有天星小輪嘅。咁我喺度都順便講下免費交通優惠嘅資格同埋使用嘅方法。首先呢，就一定要65歲或者以上嘅人士先可以享有到呢個免費交通優惠嘅。如果係港鐵、輕鐵同埋港鐵巴士嘅話，只要你係65歲或者以上嘅長者，入閘拍卡嘅時候拍你嘅長者八達通，又或者個人八達通，又或者內遊卡，就可以享有到免費搭車嘅優惠。如果你係搭九巴或者龍運巴士嘅話，65歲以上嘅人士上車拍卡嘅時候拍你嘅長者八達通或者內遊卡，就可以免費搭噶啦。搭城巴都係一樣啦，65歲嘅人士上車拍卡拍你嘅長者八達通或者係個人八達通或者係內遊卡，又或者係用指定嘅電子支付，就可以享有到免費搭車噶啦。搭新大嶼山巴士，65歲或者以上嘅人士上車拍長者八達通或者內遊卡就可以噶啦。搭山頂纜車嘅話，65歲或者以上嘅人士拍長者八達通或者內遊卡，又或者出示長者卡、香港身份證，都係一樣享有到免費搭車嘅。如果搭香港電車嘅話，65歲或者以上嘅人士落車嘅時候出示你嘅香港身份證或者長者卡，就可以享有到免費搭電車嘅優惠。免費搭渡輪嗰個優惠呢就闊啲嘅，例如新渡輪咁樣只要你係60歲或者以上嘅人士出示樂悠卡或者長者卡，就可以免費搭噶啦。富裕小輪方面呢，只要60歲以上嘅人士出示到你嘅長者卡或者係香港身份證或者其他有效嘅身份證明文件，就可以免費搭到。如果你係呢位60歲以上嘅人士嘅同行者只要你同職員表明身份呢，都可以免費搭噶。而港九小輪方面，只要你係65歲或者以上嘅人士向職員出示你嘅長者卡或者係香港身份證，就可以免費搭船噶啦。珀麗灣客運佢嘅渡輪服務只要你係60歲或者以上嘅人士向職員出示你嘅長者卡或者係香港身份證，又或者其他有效身份證明文件，就可以免費搭渡輪噶啦。最後天星小輪只要你係60歲或者以上嘅人士向職員出示你嘅長者卡或者係香港身份證，又或者係其他有效身份證明文件，同樣都係可以免費搭小輪嘅。另外，如果你係60歲或者以上嘅人士嘅同行者只要向職員表明身份，都係一樣可以免費搭渡輪嘅。咁我頭先講嘅同行者免費搭小輪嘅優惠，只限一位免費嘅啫。如果你有2位同行者一齊搭小輪，唔好意思啦，因為得1位係可以受惠到呢一度都有列出各大嘅公共交通優惠嘅一啲詳情如果遇到唔明嘅地方佢哋都有查詢嘅熱線，方便大家去了解嘅。如果你係想長者日當日免費搭小輪嘅話，就要睇清楚佢嘅條款啦。呢度就會講得再詳細啲嘅。長者日當日景點都有優惠嘅，但係就要留意翻啦，有啲就唔係免費嘅，純粹係提供一個折扣優惠俾長者。長者日當日去昂坪360，如果係60歲至到64歲人士出示樂悠卡俾職員睇嘅話，可以用30蚊優惠價換購即日來回標準車廂嘅纜車門票。如果係65歲或者以上嘅人士出示長者卡或者係樂悠卡或者係香港身份證，都得到同樣嘅優惠嘅。相信唔少人長者日當日有興趣去海洋公園嘅。長者日當日60歲至到64歲嘅人士
向職員出示樂悠卡或者香港身份證，就可以用100蚊呢個優惠價去買入場門票。如果係65歲或者以上嘅人士，向職員出示長者卡或者係香港身份證嘅話，可以免費入場嘅。香港馬灣挪亞方舟長者日優惠就係咁嘅。當日呢，凡係購買成人正價198蚊嘅門票，同行者60歲或者以上嘅人士啊，出示樂悠卡或者香港身份證就可以免費入場噶啦。中環嗰個香港摩天輪呢，都有個免費乘搭嘅優惠嘅，只要你係60歲以上嘅人士，向職員出示你嘅長者卡或者係樂悠卡，又或者係有效嘅身份證明文件啊，就可以免費搭啦。嗱，漁護署轄下嘅香港濕地公園啊，都有長者日嘅免費入場優惠。只要你係年滿60歲或者以上嘅人士，向職員出示你嘅長者卡或者係樂悠卡，又或者係香港身份證，就可以免費入場噶啦。如果你係60歲或者以上人士嘅同行者，只需要向職員表明你係同行者嘅身份，都係一樣享有免費入場嘅優惠。原來長者日當日，康文署轄下嘅博物館同埋游泳池設施都係有免費入場嘅優惠。長者日當日，60歲或者以上嘅人士向職員出示你嘅長者卡或者係樂悠卡，又或者係香港身份證，就可以免費入場噶啦。如果係同行者嘅話，只需要向職員表明你係60歲或者以上人士嘅同行者身份，都係一樣可以享有到免費入場嘅優惠。咁呢幅圖呢，就有詳細列明康文署轄下博物館嘅優惠詳情。科學館同埋太空館啊，60歲或者以上嘅人士，再加1名嘅同行者可以免費入場嘅。其他嘅話都係恆常免費開放，仲有查詢電話列咗出嚟。而康文署轄下嘅游泳池設施個優惠詳情同頭先博物館都係一樣噶啦。60歲或者以上嘅人士當日啊，可以帶埋一個同行者免費入場。佢哋開放嘅池同埋查詢電話，今年嘅長者日餐飲優惠都好多嘅。有唔少仲要係連鎖餐廳嚟添啊！咁我重點講下一啲優惠先。首先係大家樂，佢分咗3個階段優惠嘅。第一個階段優惠呢，就係即日起去到15號，只要你係大家樂級100嘅會員，或者係持有長者卡、樂悠卡、長者八達通嘅人士，早餐嘅時段喺大家樂門市惠顧佢哋點心滿足系列，即刻減3蚊。第二個階段優惠呢，就係11月16號長者日當日，午市同埋茶市時段喺大家樂門市惠顧佢哋任何餐點買滿40蚊嘅話，即刻減4蚊。而晚市時段呢，任何餐點買滿60蚊就即減8蚊。第三個階段就係17號去到30號期間，晚市時段喺佢哋大家樂門市惠顧花膠椰子雞或者係豬骨湯火鍋就即減8蚊。譚仔雲南米線都有長者日優惠啊！只要當日呢，憑長者卡或者樂悠卡購買自選2餸或以上米線就即減8蚊。嗱，買任何米線，但係唔包括淨米線、過橋米線、素菜卷、大簽米線、學生餐同埋下午茶餐，就會送你一杯凍飲或者係熱飲嘅。仲有銀龍飲食集團旗下餐廳，長者日當日下午茶2點到6點呢段時段，買佢哋紫菜三寶河配熱飲就可以享有優惠價30蚊，另外加18蚊可以配碟油菜或者係香脆炸魚。嗱，吉野家呢，只要長者日當日出示長者卡，惠顧滿38蚊就會減6蚊，同埋可以用優惠價2蚊去換購奶茶紅豆冰或者係抹茶紅豆冰一杯。咁上述嘅優惠呢係2揀1嘅，惠顧正價產品滿70蚊或者以上啊，就會送你一碗紅豆沙。呢邊仲有真鮮回轉壽司，長者日當日消費滿150蚊，出示長者卡嘅話就可以享有9折優惠。爸媽拉麵，只要你出示有效嘅長者卡，喺餐廳消費滿100蚊就可以享有85折嘅優惠。但係呢個優惠呢，唔可以同其他優惠同時使用嘅。嗱，海港酒家、海港匯同埋海港漁港啊，長者日當日憑長者卡惠顧就會有1位免茶位嘅，但係全包宴就除外。滿記甜品嘅長者日優惠就係咁嘅，只要你出示有效嘅樂悠卡或者係長者卡，就可以享有全單88折嘅優惠，而同行者都可以享有呢個優惠嘅。100%呢，長者優惠就係咁嘅，長者日當日16號去到30號期間，長者只要出示有效嘅樂悠卡或者係長者卡，並且使用電子支付成張單呢可以即刻享有到消費滿50蚊減5蚊，全單消費滿100蚊呢就即刻減10蚊。如果滿咗100蚊打後成單最多呢係減10蚊嘅。
而零售商店都有唔同嘅長者日優惠，咁我都係重點介紹一下先。百佳超級市場嘅長者日優惠就係咁嘅，長者只要憑住樂悠卡喺長者日當日喺百佳或者旗下超級市場門市購買佳之選或者金御膳又或者超值牌系列嘅產品，就可以享有9折嘅優惠。萬寧嘅長者日優惠就係咁嘅，只要喺14號到16號期間長者購買萬寧自家品牌就會享有85折優惠，成人尿片及成人奶粉就會享有95折優惠，而且憑住任何消費仲可以獲贈成人奶粉試用裝1包嘅。而日本城長者日嘅優惠就係咁嘅，長者喺長者日當日可以用優惠價購買指定嘅貨品。豐澤嘅長者日優惠就係咁嘅，今個月10號去到23號期間，只要你出示長者卡嘅話，喺豐澤門市就可以享有全線小家電額外95折嘅優惠。全線嘅豐澤牌同埋輕井澤呢個品牌額外都會有95折嘅優惠，以及精選10件長者必備用品低至57折嘅優惠。只要喺佢哋嘅分店度購物滿100蚊，出示長者卡就可以享有9折嘅優惠，但係指定嘅酒品同埋禮券就除外。電信數碼嘅長者日優惠就係咁嘅，申請58蚊樂遊數據計劃，即刻送你每個月5G本地數據同埋200蚊嘅飲食禮券。實惠嘅長者日優惠就係咁嘅，喺門市但唔包括黃埔分店，購買家品滿200蚊或者以上就可以即刻享有到20蚊嘅折扣優惠。零食物語嘅長者日優惠就係咁嘅，長者只要出示長者卡喺門市購買滿100蚊或者以上，就可以享有10蚊嘅折扣優惠。跟住彩豐行嘅長者日優惠就係長者只要出示長者卡喺彩豐行度購買正價貨品滿200蚊，就可以享有到10蚊嘅折扣優惠。咁因為今次參與嘅商戶超過3800間，咁喺條片真係冇可能講晒嘅。咁大家如果有興趣知道有啲乜嘢商戶參與嘅話，可以用電話掃描呢個二維碼，裏面就列晒所有參與長者日嘅商戶佢嘅優惠資訊等等嘅。多謝大家嘅收睇如果中意我哋嘅影片，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分享影片同埋讚好如果對我哋嘅頻道有任何意見，歡迎大家喺留言區留言嘅。我哋下一集再見啦，拜拜。